個係一個靜觀伸展嘅練習。呢個練習邀請大家用一個溫柔嘅心去留意呢一刻嘅身體。如果覺得適合嘅話，可以跟住一啲伸展嘅指引去做。任何嘅動作，如果覺得唔適合呢一刻嘅身體，需要暫停落嚟，咁係照顧身體最好嘅方法。可以留意一下而家身體點樣坐喺度係比較適合嘅。會唔會係揾到一張高度 OK 嘅凳，令到對腳可以穩陣咁踏喺地下？然後咧，個脊椎可以比較長，頸都係比較長。最好張凳係冇碌嘅，係穩陣嘅。留意一下而家坐喺度整個身體嘅形狀，下身點樣俾張凳去承托住，地下有一個接觸。上身點樣隨住條脊椎向上延伸，背脊、膊頭、手臂、條頸、個頭，感覺到整個身體喺呢一度。然後邀請個膊頭向上，向住耳仔嘅方向升高。然後慢慢可以俾膊頭落返嚟。一直膊頭升高，再沉低，升高，沉低，然後俾膊頭畫圈，膊頭向前向高，向後落返嚟，前、上邊、後邊，落返嚟，再嚟多次，細心感受每一刻個膊頭去到嗰個位置，感覺，然後轉方向，後邊、上、前，落返嚟。成一個圈，俾個膊頭去返一個佢覺得自然舒服嘅位置，然後留意一下而家膊頭嘅位置同耳仔嘅位置，係咪膊頭正喺耳仔下邊呢？定係膊頭前少少，後少少？繼續維持住雙腳穩陣咁樣踏喺地下。我邀請右手撳去個凳嘅側邊，穩陣咁撳喺度。然後邀請隻右手力隻左手升高向天花板嘅方向向上。睇下適唔適合再拉高少少，定係落返低少少已經 OK 啊。感覺隻手伸展嘅感覺，身體嘅側邊，然後可以俾隻手落返嚟，再用隻左手撳住張凳嘅側邊，右手升高，手指向上，而家右邊伸展咗嘅位置。再俾隻右手落返嚟，
右手撳住個凳嘅側邊，左手升高，拉長。如果覺得適合嘅話，邀請隻左手慢慢再向右邊延伸，感覺到左邊嘅腰個身體拉長，右邊可能比較短少少。喺度停留多2個呼吸，留意住呼吸嘅感覺，伸展嘅感覺。吸氣，返中間，可以俾隻手落返嚟。隻手喺一路落嚟嘅過程中，感覺有冇變化呢？左手撐住張凳嘅側邊，右手升高，可以望住隻手點樣升高，去到你覺得夠高嘅位置暫停喺度，腳踏實地，然後個身體向左邊延伸。吸氣，返上嚟，然後俾隻手慢慢落返嚟。可以每邊嚟多一次，左手升高，向住右邊。呼吸嘅感覺喺邊一個位置最 feel 到、最感受到？唔需要強迫身體挑戰佢嘅局限。吸氣，返中間，呼氣，俾隻手慢慢落返嚟。轉邊，右手升高，向住左邊。左邊膊頭輕鬆，下一個吸氣，返中間，俾隻手，唔需要急，慢慢落返嚟，感覺下而家兩邊嘅手板、手臂、膊頭。而家呼吸又喺身體邊一個部分會比較明顯？我邀請對手擺返喺一個我覺得有支持嘅位置，可能係大髀上邊，然後再留意一下而家身體坐嘅位置，需唔需要點樣調整一下，令到兩邊嘅感覺平均，雙腳係穩陣。脊椎自在地向上，
可以邀請注意力帶到去個肚，個肚嘅自然升起、沉低。如果覺得有幫助，可以擺一隻手喺個肚上邊，需要去控制住呼吸，只係細心咁留意個肚自然嘅升高、沉低。如果發現注意力游走咗嘅話，可以好友善咁邀請注意力再次返到嚟腹部，個肚嘅升高、沉低。再一次邀請注意力返去，感覺到雙腳喺地下同地下嘅接觸，身體點樣被張凳承托住。我眯埋咗眼，可以慢慢擘翻大眼，帶着呢一個對身體嘅覺察同埋友善，進入之後嘅